今日介紹呢個係氣叉煤嘅弱飯角部 lift，一梯兩火，兩梯兩火。呢個就係後樓梯，好整潔乾淨嘅。咁啊入去間屋啦，呢個最好排窗啦，用翻叉煤。第一間房，另一排窗，燈。冷氣機，第二間房又係有兩個窗，都係窗戶機，跟住浴室，跟住開放式廚房，有個水櫃，有個電爐，有個煤氣爐。呢個凹位咧就係可以擺洗衣機啦，其他嘢。